讲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这中央设计局所组一个台湾调查委员会，咱嘛知影讲是由着陈仪做主任委员，也其他这个组一个成员，伊的结构该有什么作为？就要请洪老师来给咱讲解。是，伊这委员会设计委员有12个人啦，一半是这个中国人，一半是台湾人。因为伊名叫做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定都爱互人感觉讲台湾人有参加，安尼看起来较公平就对。但是咧，台湾人在这委员会内底，敢有发挥力量？完全无啦。是安怎无咧？真简单比如讲内底区念台就好啦。区念台伊迄阵是当你广东前线，你做特后的工作，哪有时间来开会啊？其中还有一个委员或者李友邦，你捌这人？罗州人敢毋是？哎呀，你实在我历史的常识不在我之下啦。无啦，知过见客观，袂吹箫买拍票。你好听有影？历史专家的身躯边，加减扣一寡步数。是因为李友邦迄阵下时阵，伊嘛是踮咧浙江的金华山区你组训一个叫做台湾义勇队所以时阵，因遮的台湾人根本都无时间头参加开会，你去看台湾人无法度发挥力量安尼讲起来，就是讲，既然合作台湾调查委员会，摕一寡台湾人来为这个会做背书就对啊。是，所以正讲你掌控的，拢是遮的外省人，包括这沈明训周一二，遮的人是按倒来。这拢做是陈仪的班底啊。对。因遮拢是陈仪在福建省做主席的时阵拢算讲伊是因的廖罗就对啦，跳骹啦，跳骹啦。陈仪算讲左头啦，左头。你哪拢讲较六菜去就对啦。无啦，安尼讲大家较清楚啦。安尼但是虽然台湾人在这委员会内底无什么发言的这力量，但是经过50年日本人的统治。台湾不管在经济啦、社会啦、现代化的水准，拢超过当时的中国大陆，毋知几十倍、几百倍。所以台湾人伊无讲嘛是袂使比如讲，区念台讲，无论安怎来台湾统治的中国人同好毋好超过30%啦。剩来60%-70%尽量用台湾人。你警察嘛是共款你基层应该都要用台湾人，安尼较好统治。剩来其他警官会使用中国人因认为讲在日本时代，虽然讲日本对这个台湾人真刻薄薪水也无共款社会地位也无共款，但是台湾人的教育水准太悬嘞比如讲因这个小学教育有300万以上的人你若讲中学有20万人呢其他像大专教育的拢超过5万人迄教育程度算真悬是所以在这款的情形之下，因认为讲一定都要好好用台湾人来统治台湾。安尼讲起来，伫这台湾调查委员会内底，一半的台湾人并毋是讲无参与，也是无关心，就是因讲的话但伊因这帮人拢无咧个采纳就对问题因听袂落听袂落要安怎呢？像讲国民党迄阵有一个高官或者汪公志伊安怎讲伊就讲恁台湾人定讲恁是外族啦。恁家己为一个口表示甲中国其他的部分拢无共款呢？其实这人拢真有政治野心，只不过讲要夺出这款叫政治地位啦，满足伊的欲望，安尼时对规个中国统治台湾非常的不利啦。恁讲党方面都爱用台湾人，军事都爱用台湾人，刷落时阮中国人到底要用啥物来统治因认为讲安尼台湾会乱尤其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时阵，你也无行政经验你台湾人也无人才啦，用这农林台湾绝对会比日本时代也较凄惨。由汪公志这段话，咱就会当了解讲，迄个统治者的心态，伊是有野心的、有阴谋的嘛。伊竟然把咱台湾的这知识分子当作是农民安尼来看待，是这就是迄阵统治心态。伊甲台湾无当作是一个去互伊收复的一个土地，伊甲当作是啥战败国是面对，伊用迄款心理作战的方法来对付咱台湾人，莫怪台湾会发生二二八。这个官员顺着这款心理难怪讲，毋免偌久，台湾人就行入敢若
黑暗地甲迄一般的文明啊。完全正确的就对。1945年8月29號，國民政府伊就頒布一個命令講，請鄧儀來做台灣省行政長官。是安怎蔣介石一定都愛叫鄧儀來做台灣省的行政長官？當然有伊的即個背景佇個啦。有伊的思考。是真簡單哦，你拄則你有解釋過，伊捌去日本留學幾遍啊？2遍。是啊，所以的時陣伊對日本真了解。是安怎講呢？因為台灣去予日本統治50年呢，你不管講是即思想文化好啦、行政制度啦、社會意識啦、生活習慣，攏完全日本化。所以的時陣，你要安怎來統治台灣？真簡單嘛，你就來了解日本嘛。啥物人同了解？在國民黨的高官來做，同了解即日本的都是鄧儀。鄧儀算講是蔣介石想的最適當的人選，但是除了講即個人伊了解日本以之外，伊嘛需要了解台灣，因為伊是要來接管台灣的啊。對，你講的真正確啲嘅。是安怎講呢？因為鄧儀捌做過福建省的省主席啊，做過8年，會使講真長啦。咱嘛了解到講，台灣人大部分攏是按福建遐來的嘛。伊捌統治過福建的即個人民，對福建人的性格真哩熟悉的對。因為安尼關係，所以伊來台灣統治。蔣介石認為講絕對無問題。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什麼因素啊？伊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時陣，拄好碰到日本統治台灣40周年這個產業的大博覽會，伊有來參觀過，伊當陣足灑氣的較早念做夢都毋捌想到台灣會遮好去啊！遮美麗就對啦。係啊。時陣迄叫做始政40周年紀念啦。因為日本人下拜嘛，講哇，我統治台灣40年，產業啥物啊，攏真豐富啲嘅。邀請伊來參觀。會記得講迄當陣，鄧儀啊，閣非常的感慨，講哎喲，恁台灣人實在有夠福氣嘅，會當互日本人統治。伊是毋驚中國人家己也去斬頭，毋敢講即款嘅話啊。迄當陣，恁著看伊是抱上嘅大腿。是，閣有一點就是講，伊統治福建8年嘅時間，大概有伊嘅班隊佇嘅所以甲即個班隊攏摕來台灣，就輸是啊。當然啦，這攏是外國官、普通講官就對啦。這是蔣介石是安怎來發布伊做這個台灣省的行政長官的原因。雖然蔣介石伊用伊愛將鄧儀來做這個台灣省的行政長官，要來管理台灣人，但是對咱台灣人來講，是悲慘有命的開始，這是歹生入境啊，絕對毋是好光燦爛。是，因為安怎你知？李文小姐來講，伊是歹生入境，真簡單。咱敢若看來講，行政長官伊嘅權力就非常嘅可怕。對，這個行政長官伊是要來代替這日本時代伊統治台灣時陣嘅台灣總督。這中間有啥物差別？洪老師，你甲我解釋者。這個差別是有限，但是伊嘅權力比總督嘅力量也較大。譬如講我舉一個例啦，伊嘅職權內底伊有法度掌理台灣全省嘅政務啊。而且伊閣會使發布命令，指揮中央政府踮咧台灣所有機關。這還閣無可怕呢，伊閣同時擔任台灣省警備總部嘅總司令啦。咱了解講日本統治台灣50年，這總督嘅力量啊，敢若有司法、立法、軍事都愛看管哦。比如講，伊捌做過台灣軍嘅司令。安尼同時，伊才有法度指揮軍隊，才有即款嘅權力啦。但是咧，鄧儀即個長官，伊嘅力量比較大，立法、司法、行政，佮包括軍事大權，會使講黨政軍大權一把抓啦。安尼講起來，伊無一定講對啥物攏捌啦，毋過迄當陣伊嘅權力就是大甲講，死死攏落踮伊嘅手頭就對。你今仔日要死，就是介在伊起毛之好啊，歹安尼就對啊。所以人是安怎講，叫做新總督就是安尼。下時陣咱舉一個例啦，在日本統治台灣50年嘅時陣啊，總督所發布嘅命令，敢若5000條安尼啊。但是鄧儀統治台灣1年4個月，就發布5000條以上啦。你看50年才5000條，伊結果1年4個月就發布遐濟超過5000條嘅這命令，
可见伊诶力量有大无大？哦，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人是安怎吼？时阵啊，对东夷长官迄款诶权力真惊赢，而且安尼真万岁，真简单。这毋是政治因素，这是咱台湾人诶心理因素。因为过去叫日本诶即个总督吞达50年，心内都真怨愤啊！啊，即群回归祖国了，祖国派来行政长官诶权力，阁比总督还较大。你想台湾人心内会爽也袂爽就对啦。会用一句话来甲形容啦，讲跳出火坑，阁跋落油鼎。是啊，带落去换一个闪晒就对啦。是，难怪讲老一辈人还阁伫咧回忆吼，就是讲中国政府伊来接掌台湾诶时阵呐，一四过壁也好啦，墙也好啦，拢有写字讲狗气猪来。安尼啊，甘愿互狗啊咬，都无爱互猪啊跬就对啦。当然啦，因为即款诶心理因素，所以踮咧台北学校内底，就流行一首诗啦。哦，哎呀，实在应该由丽君小姐来读这美丽啦。毋免啦，也是吼，这上有权威性诶历史老师吼，来甲咱读这首诗，因为这首诗是要反映讲迄当阵人民伊不满诶心声嘛。我北京话袂通呢，足通诶啦。加减啊拉得对啦。听有就好。安尼好，安尼好，合作吼，总督威风受不了啊，长官凶焰更难当。除去豺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啊！甲我拄则讲诶，阁要挖一挖伊吼。当然咯，嘿，我是讲，你英明伟大呢。跳出火坑，咱是足欢喜诶，讲啊，大即摆咧，重新得到自由啊。但是想袂到，阁有人甲你插落油顶啊。是啊，阁甲你钱就对啦。啊是安怎带落去嫌者换一个现在有原因存在。是是。所以我头拄仔一直来强调，就是讲，台湾人对行政长官伊诶心态是占大多数，毋是讲政治上讲一声就知影讲哦，行政长官安怎来耀武扬威，因为怎伊还阁还袂来嘛。歹势，即摆我站在一个学生诶立场，我来请教老师吼。啊是。迄当阵中国咧战争诶时阵，伊有所谓真侪沦陷区，伊豆豆一位一位若收倒转来，是毋是每一个所在拢原来说行政长官公署？哦，你问诶这重点啦。因为我即摆感觉讲，咱袂用甲别人有是无共款诶差别待遇啊。啊是安怎要设即个台湾省诶长官公署，完全是东夷向蒋介石建议诶。因为东夷伊认为讲台湾通特殊嘛，互日本统治50年嘛，甲中国无共款嘛，因无甲台湾人当作是中国人呢，所以在各省，包括互日本人统治过，像满洲、东北，伊嘛是设什么？设省主席啊。但是独独就踮咧台湾设行政长官，因为你省主席来讲，伊是采取即款委员制，就讲每一个委员拢有法度牵制即个主席，所以主席伊诶力量无法度发挥真大。但是行政长官无共款啊，伊是甲台湾当作是特别诶一个殖民地，所以诶时阵由立法啦、司法啦、行政啦，全部大权拢掌喺伊诶手内。哦，安尼差别足大诶哦。啊，由此嘛可见啊。中国统治者对台湾的统治心态是啥物？伊心态就是将台湾当做一块肥肉安尼共款，今仔日要煎、要煮、要炒、要煎，拢输在伊欢喜安尼啊。所以咱台湾人听你讲爱祖国，爱祖国，我记得真，互我真清楚的一样代志啊。啊，这个代志就是讲，台湾在光复的时阵啊，伊是讲做光复，有个人讲做中正啊。啊，踮咧太平顶吼，啊，你欢迎迄祖国即个接收人员要来啊，竟然迄条布啊顶头有即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即个中国国旗，啊因毋知影讲哦，迄青天白日是要向顶头啊，向下骹，还是左边啊、右边，你搞不清楚呢。啊，结果挂电倒摆呢，啊边啊佫写一字，写两纸字，写讲太平顶著名一统，结果国旗去挂电倒摆啊呢。可见咱台湾人何等的爱祖国。台湾人即款爱祖国的热情吼，实在无用阮怀疑啦。咱来甲回想讲，1895年，即个清朝政府伊将台湾挂互日本的时阵，李鸿章讲的迄话若算名言啊呢。讲啥物话啊？台湾哦，好人啦。安尼哦。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咱老岁要创啥？会解决咱的问题就好啊。你来想看觅啊，迄当阵。互咱去做殖民统治，吼，互人统治的时阵，
伊敢有问咱讲好啊毋好？有介意无？哈，完全拢无征求即个土地所有百姓意愿哦。但是今仔日，大家是遮尔热心，讲啊日本战败啊，哦，足欢喜诶，有甲单咧，就是讲足有咧死安尼。我日本比你较高，你毋好讲诶。安尼会闹开哦。安尼是。遮尔欢喜心，讲要回归祖国诶怀抱。咱即马吼是真感叹。蒋介石伊真英明伟大，伊拢安尼大声话一直讲，伊对战败国诶日本是以德报怨，但是为什么独独对咱台湾人是以怨报德？啊，这讲者笑客啦，在228了，有一寡人用掠去啊。好啊，这个有一个真有名诶，做过高雄诶市长，或者杨金虎啦，杨金虎杨金虎啊，伊嘛去互中国兵啊掠去啦，讲尻川啦。伊就甲讲吼，你甲讲尻川讲甲有够疼诶。蒋介石毋是讲以德报怨呢吼，以德报怨啊。迄个兵啊就讲有影咧，我就用德啊甲你拍，以德报怨啊嘿。实在有影讲开，有影是笑客啦。佮讲一个代志，这算跳闸啊。发生过228事件了，有一个大学教授甲美国记者讲一句话，讲恁美国吼对日本是有够好诶呢，恁敢若踮咧日本吼等2粒原子炸弹若定呢，但是恁竟然造就有迄个机会，甲台湾等1粒比原子炸弹威力几万倍蒋介石政权。哎哟，国民党诶即款叫政权，竟然比2粒原子炸弹威力较大就对啦，大几万倍。所以你该想讲，迄当阵吼。台湾人是生活伫咧什么款的一个环境之下？是。连知识分子都有即款的感叹啊呢。所以你看卖啊，在1945年8月14号，日本天皇伊就宣布讲日本无条件投降啊。一直到1945年，就是共一年啦，10月初5，即个行政长官公署的前进指挥所才来台湾。这段时间。大约头2个月时间，2个月时间按无政府状态，这叫做政治真空啦。咱原来会记你讲册馆长有写迄政治真空状态。迄当阵，我要请教洪老师，台湾人民伫咧政治真空的状态是安怎伫咧管理家己的土地？我有讲到嘛吼，讲即个讲好的时阵啊，大人真欢喜啊，放炮啊啦，即个点灯结彩啦，都是要。甲台湾建立一个叫做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啦，拢有即款的抱负。所以在日本战败了的台湾，当然嘛发生一寡纠纷啦，比如讲一寡日本臭狗迄阵警察刑事定咧拍台湾人，台湾人有一寡少数开趁这机会跟报复嘛，跟电嘛，除去即款的小的一款摩擦，即款代志以外，会使讲台湾真安定，是安怎？政府还未来嘛，咱台湾人绝对有法度通个统治家己，所以台湾就开始组织什么啊？三民主义青年团，真侪少年家伊也无领薪水啦，无任何人甲指挥啦，在这2个月内底，咱台湾人安尼真有即个政治的即个领导才能，咱家己统治家己，这是小弟洪德成研究台湾历史，台湾400年，台湾人统治家己。台湾有法度独立，就是这2个月尔。咱证明咱台湾人是毋是将来有法度建立一个台湾国啊？有这个政治的真空，咱家己统治家己，会使证明会出来。这会用来证明讲台湾人是有能力通好治理家己的土地。另外嘛证明讲台湾人是偌尔热爱祖国。对啊，你看吴路流就好啦，伊写一本册叫做《无花果》啊。你看伊踮无花果，伊内底就讲过啊。伊踮咧四湖咧驾珠，苗栗个四湖驾珠的时阵，有一天拄好放暑假嘛，休热就对啦。伊就要转去新竹伊的故乡。伊本来要甲因老爸留落来的一卡金手指啊，要先煞炸转去伊的故乡，煞袂记的啦。等甲休热50天了，搁转去这个四湖的时阵啊，才发觉讲，不但门无互甲拍开，而且伊迄领衫内底迄落地啊，迄金手指还搁伫个就对。你甲看，在四湖迄个所在是无日本人住的所在，拢是台湾人。你看台湾人对家己的管理看偌好啊！有这个实例，
会当看出来讲，台湾人伊原本底是守法、认真、朴直、佮负责。但是台湾人这款基本精神，伫咧奸诈又佮挑起的中国人看起来，实在真好笑，嘛真动戆。彼此观念上的认知差别遮尔大。台湾人啊，台湾人，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款的文明咧？